下面讲到我们普贤行愿品啊，普贤行愿品里面，今天应该讲，前面有个什么科判啊，就嘉兴七之功和振兴广大法院，然后核心以功的结尾啊，就是设议就大概有分这么三层内容当中呢，现在讲的是第三个。应该是以功德来这个结尾啊，就课本当中是应该这样的。这个功德以核心功德是以什么核心以功德结尾吧，就是先说功德来结尾。但我是基本上凭理解就这样，分科盘的，就是可能有些地方到时候就是你们那个做讲义的人调整一下也可以，就应该差不多吧。然后那个今天就是所讲的内容就是第三个，也就是说这个功德设为呢，它好像分两个方面吧，但后面我们再看看，就是根据内容来就是做科盘。分两个，第一个科盘呢就是叫以这个先世善报，就是先世当中的这个三宝，还有这个来世的这个三宝，就是先世当中的果报和来世的果报。然后先世的这个果报呢，就是分四个方面，就是今天可能要讲这个。其实这个科判呢，就是也有些是不一定是现世的，可能对来世也有，但是以这个机身当中也主要成熟于身上，就是可能这个方面讲的，所以前辈的一些包括印度和藏地的个别大德的话呢，都这样这个分的，所以我也就根据这样来这个案例。那么首先就是第一个，这个先世这个果报啊，就是分四个方面当中呢，其中第一个是以这个获得这个殊胜功德啊，就是获得这个殊胜的这个福德，获得什么摄属或者是摄属殊胜福德者功德，就这样可以把获得殊胜福德者功德，就是第一个是这样的。那么这第一个课盘就是有两个颂词啊，就是十方所有无边刹庄严众宝供如来，最深安乐是天人，尽一切刹为成戒，尽一切刹为成戒。若人于此甚愿望，一尽于耳能生信，求生菩提心可养，获生功德过于彼啊，就是讲这两个颂词。那么这个宋词的这个字面上呢，就是说这个十方所有的无边的刹土呢，我们用那个各种珍宝，就是做这个庄严，就是供养这个如来。还有呢，就是世间当中最深的这个人天的一些安乐呢，就是在经过一个这个一切的这个刹乘数的界当中呢，就是去供养。那么当然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功德跟这个，如果有些人呢，就是对这个普贤愿望就是已经就是如于这个二根当中如于耳朵，然后对他生起信心以后呢，就开始这个求这个殊胜的这个菩提渴望之心，就是也就是说就像这个发愿之心。那么这个功德呢，就是远远就是超过就是前者啊，这个字面上很简单。那么我们这个稍微跟大家这个有时候我讲的话呢，可能也有略说光说，有时候是直接光说。凡是因为我毕竟是这个讲课嘛，就是不是造论，就是讲课和造论是有一定的差别。然后呢，所以前辈的大德呢都讲过，就是说这个讲课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是不那么这个严格，而造论的时候呢，就是非常这个严格。但现在比较担心的呢，因为我们这个讲课也是编成文字，就是编成光盘，就是最后呢，自己也发现哇，我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么这个放松的胡说八道啊，就是一看到自己也后悔，就有这样的。所以这是按前辈的大德的话呢，就是讲课是不是很严格的？但我们这边呢，
就是有时候是稍微注意一下，有时候的话呢，可能也就是说，因为太严格、太注意的话，那下面听着也比较受约束的。然后讲者呢，就是也是有一种，就是好像就是不是很那个轻松的感觉，就是这样的话呢，我想是大家都，凡是凭自己的理解吧，就是凭自己的理解，就是跟大家一起这个交流，就是这样也稍微可能好一点。那么总而言之，今天我们这个内容当中的话呢，就是主要讲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殊胜的功德。我相信我们很多道友呢，听到这个功德，看到这个功德文字之后的话呢，那么一定会是以后这个对普贤行愿品呢，就是产生极大的这个信心就确实，我本人的话呢，就是以前上师如意宝就讲过，没有讲过之前的话呢，就知道说这个普贤行愿品是藏传佛教的很多大德和开发会也好，还有在这个各种场合当中都是喜欢念的一个经书，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没有就是特别的，而且字面上解释的时候呢。藏文的这个译本呢，跟韩文也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就特别难懂，就表面上基本上好像就不好这个，除了后面的可能这几个是比较好懂一点，就是前面的好几个颂字的时候没办法这个解释，到底它是回向的，还是发愿的，还是宣说一个佛的插图的供的，就都有这样的。但后来呢，就是听到这个上师一两次那个讲课以后的话呢，确实也是对这个法门就是升起了极大的这个信心，就是所以我前一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也说过，虽然我修的不好，但是呢，我们自己的话呢，就是经过20多年以来，就是基本上是每天都是没有间断过就是除了有时候是什么这个就是特殊的一些情况就是尤其是我就觉得是最好的呢。法王如意宝以前也是说过，我们上课的时候呢，无论是信三乱还是没有这个三乱，就是凡是每天都是念一遍，就是这个上课的这个最好的一种这个功德。如果没有上课的话呢，比如说今天是星期天，我心里想是我一定要念完普贤行愿品一遍，结果呢就是忙来忙去，就是到晚上睡的时候，哎呀累了，就算了吧，有时间明天再念吧，就经常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懈怠，就是所以说这是，我相信我们很多道友的话呢，也是有时候可能，这个一气功修的这个功德和一气功修的这个力量呢，就是确实从长远来看呢，远远超过我们的这个各自的一些这个精进和这种就是修行就是各自的这个精进的话呢，1天2天都是可以的，而且一个人呢就是修行了，一个人念经呢很激进，就是很放松，就是觉得是我可能永远的让坚持下去，但结果就是真的离开了这个僧团和离开了集体的共修的时候呢，就自己就没办法这个坚持下来。我们大城市里面都是基本上就我以前就是发现有个别的一些离开了学会离开了一些团体的话呢，就是各自的这个修行善根非常的微弱，所以。包括在这个学院和一些这个僧团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同心道友的这个共修很重要的。我们修普贤行愿品呢，就是也是如此。希望呢就是通过这些这个宣说这个功德就是以后的话呢，就是大家也应该认认真真的这个看这个佛的这个金刚语言确实上师如意宝以前也再三的这个讲过，就这里面讲的呢，就是全部都是佛陀的这个金刚语，非常了义的，就是这没有什么这个其他方面来就是分析的，就是非常了义的这种金刚语确实我们只是念了一遍的话，那就是会获得就是如此的这个功德。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获得了人生以后，就是应该这个修行这些法门是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那么这里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用2个这个方面来就是进行对比的。比如说，实践上呢，就是也是一个假设句吧，就是假设句的话呢，在这个东南西北就是整个这个释放当中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微尘沙数的这个插图这些所有的这个插图的话呢，我们用这个天界和人间的各种。就是像这个如意宝金子银子玛拉栓壶还有这个松石天竺就是以及呢就是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等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七宝等等，就是还有呢我们这个人间的
比如说这个苗裔啊、三改啊、服装啊，还有就是种种这个鲜花这个宫殿呐还有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车辆等等，就是最珍贵的，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遍满这个世界就是遍满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然后呢，我们去供养谁呢？实践当中就是为了过去现在的所有的这个30诸佛十方如来就是这么多的这个供养，而且所供养的这种方式的话呢，完全是我们这个人间当中最快乐的、最享受的、最这个美丽的这些包括这个时间天界当中也是最好的，就是最好的这些供品，包括这个龙王这个过界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夜叉、罗刹等所有的事件当中的这个世界里面呢。这些这个最美妙的，就是最这个非常这个寓意的这些这个供品呢，就是集聚出来。集聚出来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做这个供养，做供养。就是时间也就是不是1天2天，1年2年，就是那么就是千百万劫当中，也可以说是维生素的这个差处的话呢，这些都是我们要详细预算的话呢，那就无法想象的。尤其是可能有些见的人呢，可能像是这也是不可能的，完全是一种天文数字，这是非常玄妙的一种事件。当然在这里呢，也不可能真的是有这么一个数字和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这是一个假设句吧，就是假设说是真的，就是实际上是有一个人呢，就是在千百万年当中供养无数无边的这个如来，而且这个供品的话呢，在人天当中最好、最美丽的、最无上的这些东西，全部呢就是做供养的话，我们就是觉得是有没有这个功德呢？就是肯定有非常大的功德。比如说这个佛陀这个所宣讲的，就是包括这个《法华经》呐，还有这个佛说这个《因缘经》呐，就是这些里面都是这样的，就是哪怕是对这个供养呢就是佛陀就是是非常这个微薄的这些供品的话呢，那么就是今生当中也是相貌端严然后这个快乐这个幸福乃是的话呢就是长寿就是不堕恶趣享受这个善趣就是成就等等等，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功德。那既然这样，对一个佛就是一个供品的是有如是功德的话呢，那么我们一个人真的是在千百万劫当中做这么大的供养的这个功德呢，就非常这个难以这个想象的就难以想象的。那么这个功德根就是还有一个什么比呢？就是他这里说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以前就是对这个佛理呢，就是比较这个懵懵懂懂的，就是比较茫然的，就是不太这个清楚的。对这个尤其是这个普贤就是心愿品就是这个华严经的普贤心愿王的话呢，他基本上都是不是特别就是了解的。但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依靠种种的因缘就是具足以后呢就是依靠这个三知识的这样的这个听说，或者说是念传承，或者说是就是进行就是开讲以后的话呢，自己就是觉得就是原来这个普贤行愿品呢，确实也是功德就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人当中呢，就是有一种人是比较这个真心的，就是什么都是对这个恶法方面呢，就是不太相信的，然后对善法方面呢，就是很有这个相信就是一讲起来功德的时候绝对会是有这种功德的。然后一讲起来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些庄严的话呢就是马上很容易这个接受的，这就是当然我们这个很多众生跟这个前世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因缘，就是有些人呢前世都是一直不断的就是堕落于三恶道当中的话呢，那么今生当中对恶法方面呢，就是他深信不疑，就是讲什么都是马上能接受的。而善法方面的话呢他就不容易这个接受，就是不容易接受反过来说，如果就是有一些善缘的人呢就是前世的这种善缘和今生当中的这些好的这个因缘具足的这种人的话呢，他听到了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如此的无比的功德的时候呢，他就升起极大的这个欢喜心和心情和恭敬心，然后呢就是对这个就是菩提就是对这个求菩提也好，或者说是对这个法门呢，就是产生一种这个欢喜心、渴望心就心里面就想这个普贤行愿品是确确实实有那么大的功
功德。那有那么大的功德的话呢，我一定要就是今后呢就是好好的这个修持。那修持的话呢，他就心里产生这样的一个念头，并没有说是我要这个修多少多少念呐，就是修多少这个遍呐，就是并没有错。我们听到了这个普贤行愿品以后，心里面就是产生一种这个向往这个菩提的这样的这个一颗善心的话呢，那么这个功德呢，就是远远的就是超过就是超过前者的这个功德。所以我们现在实践的一般人来讲是确实是我们这个功夫功相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是不要说这个金银财宝，就是实践的一般的一些这个公平要去这个供养祝福的话呢，就是祝福这个除了就是他的这个一些这个发心以外的话呢，就是亲自也照不到的。即使照到的话呢，我们就是没有这个可能时间和没有精力那么长时间去进行这个供养。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是生了这一颗心的话呢，那这个功德是就是远远超过。这就是我们这个佛陀这个金刚语就是《华严经》里面就是直接这样这个讲的，长行文当中也是有的。所以我们以前也是讲过，比如说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其实是就远远超过我们这个实践当中的任何的这个供养建筑等等像那个《十百论》里面也是有，就是说是若有见宝塔高于世间等，就是如果这个宝塔就是高于整个这个33天，就是等于世间的话呢，那么就是什么调伏世法性，所复必于所复生于必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真正是就是有一些这个深刻以调伏的这个发菩提心的人呢，他发了菩提心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功德是远远就是超过刚才那个实践当中就是造这个佛塔的这个功德。那么这个道理呢，就是完全是这个相同的。我们现在这个很多人呢，就是对这个公平对这个外面的这个建筑就是这些都是比较这个重视的。当然这样也是非常好。我们这个造一座金堂或者说是修一个这个佛塔或者呢就是造这个佛像就是这些是功德，就是绝对会是有的。就是如果自己有福报，自己有能力的话呢，我们也不能就是否认这些的。但是实际上真正就是对这个普贤行愿品生起信心然后呢就是一直要想好好的以后就是念诵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话呢，那么这个功德呢就是绝对是就是就超越它。就是佛陀在《华严经》里面也是讲的，就是如果见到了这个三知识的话呢，那么就是真正要求这个追求这个佛陀的这种心的话呢，那么这个功德是相当大的就是若见人中尊求佛什么这个决定性就是若见人中尊求佛决定性，说这个当知如是人必获什么必获如来智吧，就必获如来智这样说的。说是如果就是我们就是见到了这个三知识当就是人心里面真正升起发菩提心的这个念头，或者说是念普贤行愿品的这样的念头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将来迟早都是一定会是得到这个成就的。这个成就很重要的，你们可能知道吧就弥勒日巴尊者他那个离开他自己的这个马尔巴罗扎上师的时候呢，就是马尔巴罗扎上师呢就是再三的给他就是讲你将来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个成就如果有了成就的话呢，他就是这个利益众生，他就是保护我，包括就是对我上师的这个恩德要报的话呢，就是你一定要在修行当中有一个这个成就。这种成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欣赏的这个成就，就是并不是说你外面呢在这个身体上你这个可以飞来飞去或者是你说话呢就是特别这个让人这个羡慕就是或者你的这个财富就是极其圆满就钱特别特别多甚至几个月的一些佛教徒，包括我们以前在这个拉荣山沟里面就是修苦行的个别道友呢。然后出去以后呢，就是现在有些是成了这个寺院的这个大和尚，就是然后就是特别有钱，就是然后就是特别有钱。有些是这个成了世间的一些大老板，就是这个居士身份的这些呢，就是成了。然后他们这个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因为自己觉得是有人民币，就是很成功、很成就，就是然后说话就是看事包括吃饭的时候的事，好像就是怎么说就是以前是大口大口的吃，就是现
现在呢，就是吃饭的时候的是有一种凡是有一种怎么说啊，就是我就是不会形容的啊，就是这种表情呢，这种表情呢，但他自己认为是真的是一种这个成就，其实这是不是成就？如果真正是内心当中就是离他的这种菩提心，就完全一种这个成熟，或者是这样的话呢，他有钱也可以。没有钱也可以，有地位也可以，没有地位也可以。我觉得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是最珍贵的东西，最珍贵的东西是它。除了这个以外呢，世间的这个财富再多比如说你是这个寺院里面的这个住持和尚你有多少个眷属就是这是我修的这个佛像，这是我修的菩萨，在我还想准备一个大雄宝殿。在这个大雄宝殿，我想准备是花3个亿吧，就反正我可能我心里预算是这样的，打算是这样的。这样也是可以，就是功德还是很大，就是不管3个亿也好，2个亿也好，就非常好的。但最关键，可能是我们这个内心当中，就是比如说对这个普贤这个心愿品呢，我都是在想就我们有些道友就是自己有能力的话呢。就跟这个外面就不管多少人都可以的就是把这个普贤心愿品给大家好好的讲一下有10个人也可以，5个人也可以，100个人也可以，多少个人？那么他真正是懂得了普贤心愿品的这个道理，然后以后呢就是经常发愿的话，那这个远远超过很多这个建筑将近说法是确实我们很多人的这个生命当中呢，是最重要的我都经常在想就是我们上师如意宝。上师如意宝当时，在那个文革期间在那个时候的话呢，是非常这个特殊的这个时代。特殊的这个时代的话呢，现在我们这个拉拢的这个诸位就是好多地方的话呢，当时发往这个将近说法的，就是有些是这个。自然的这个山洞，就是里面现在还有，就是好多就包括原来我们去过，有一个就法王如意宝专门讲那个心性修习大树，就是然后当时就是可能让松干家他们有3、4个人，就是3、4个人，法王每天都是从下面就是放牛上来，然后他们上面就是放牛就要下来，然后。就中午的时候呢，就是寄居在那里，然后一个人呢就是在外面放哨，就是看，然后其他人呢就是在那个里面就是讲课就里面讲课，就是一直心息休息大树，就是在那个山洞里面就全部就是完成了，然后还有上面就是在山对面，还有上面有一个地方呢，现在有一点点痕迹，那个是专门在地里面就是挖出一个洞，就是当时说是有2个人，就是法王给2个人有穿了一个，我忘了就是什么法，就是反正也是这个全部这个圆满的。我在想。上师如意宝那么就是了不起的大成就，在那样的时代当中的话呢，哪怕是有1个人也是给他就是将近说法来就是传输，就是佛法的真正的这个慧命也好，就是明根也好，就是这个佛法的这个正法所谓的正法呢，在我们的这个信的相续当中，要有对这个教法就是升起这种信念，这就是真正的这个正法。除了这个以外呢，当然我们这个外在的这个经堂也好，或者是外面的建筑，这些是不是三宝所依呢？就是我们承认是三宝所依，但最根本的这个佛法呢，就是要停留在要这个留住在这个人的心里面。但一旦这个人的心里面就是全部就是离开的话呢，确实是这个佛法呢就是很难就是弘扬这个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佛教徒的话呢，普遍都是怎么说就综合素质呢就是并不算很高的，就是对这个佛教的教理方面的这个理解很多人都是比较盲修瞎练的。有相当一部佛教徒的话呢，就是也是比较这个混日子，就是有这种感觉。现在就好多这个高等大学呢，就是有这种说法，就是不是读大学，就是混大学，就是混子呢，就是现在在社会上是很重视，就是有些领导也在混饭。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微博里面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这个高等车的这个70%的这个速度呢，是用不上的然后这个豪华别墅的70%的空间呢都是用不上的什么这个70%的公务员呢都是混这个混日子的，就是什么混什么就凡是就是有什么70%多少有很多。有一个这个说法，就是我觉得是你们说的有些道理是很真实的，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就是我们千万要就是在这个不管你是出家人
是在家人的，你不要认为是时间过了就可以，就每天都是混饭，每天都是混日子就不应该这样的。有些有能力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利益众生。有人利益众生，如果没有人这样的这个利益众生的能力的话呢，自己发愿念普贤行愿品，每天的这个时间和日子呢，看怎么样，只要这个基本上是让这个适应自己身体的这个情况下呢，很多方面的需要精进努力就不管不能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要做的，每个人的众生的根基都不同，应该有一些事情要做的。所以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普贤行愿品那么大的这个功德的话呢，我们没有去念，没有去修，没有去思维的话呢，获得人生也是非常的这个可惜所以呢在这里讲到了这个普贤行愿品，光是对他升起，对他起一个这样的渴望的心的话呢，那功德就不可思议不可思议。